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莊浩峰阿媽。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喺上個星期四3月6號剛剛公布嗰個港鐵2024年嘅全年業績啦。今次咧真係做得唔錯啦，因為佢全年係賺咗157.7億，按年咧係倍增嘅。而其中咧香港物業發展利潤咧係升咗4倍，去到121.85億。而總收入咧有成600億咁多啊，按年咧係升咗5%。咁如果我哋睇翻港鐵過去嗰10年嘅業績嚟睇咧，超過150億嘅利潤咧，其實都算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嚟㗎啦。咁可能你會問啦，喂，其實我又冇買港鐵嗰啲股票啊，咁佢做得好或者唔好都唔關我事。咁大家千祈唔好咁諗，因為香港政府咧係佔有港鐵咧接近75% 嘅股份嘅，所以咧其實我同你咧都有份，都係持份者之一嚟嘅。咁而且咧港鐵嗰個票價咧係受到呢一份嘅業績影響嘅，佢咧係有一個咧叫做可加可減嘅機制，入邊咧有3樣嘢咧係會影響港鐵嚟緊嗰一年嘅票價嘅。第一個咧就係舊年12月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同埋咧舊年第4季嗰個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嘅變動，同埋一個咧叫做生產力因素。而生產力因素咧就係講緊港鐵咧喺上年嗰個香港物業發展個利潤啦。如果少過50億咧，佢就會扣減0.6啦。如果佢喺50同埋100億中間咧，就係扣減0.7。咁咧，如果超過咗100億咧，就會扣減0.8咁多。咁今次賺咗121億咧，就會扣減0.8嘅。而呢一個機制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個上限咧，唔可以超過呢個政府上年嗰一個櫃內家庭每月收入嗰個中位數嘅變動嘅。而今次嗰個數據出咗啦，個變動咧係跌咗1.3%，所以簡單啲嚟講咧，港鐵出年嗰個票價咧係唔會加價嘅，係唔會加價㗎。咁如果會唔會跌咧，會唔會減咧，就要視乎嚟緊咧，佢仲未出過一個第4季運輸業嗰個名義工資指數變動啦。除非有一個大跌啦，如果唔係咧，可能出年嗰個票價咧就會唔加，但係咧亦都唔會減啦。雖然咧，我哋頭先講佢嗰個可加可減機制咧，好似計晒香港嗰啲港鐵嘅物業發展利潤入去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心水清咧，佢係冇計到佢嗰啲商場啊，同埋地鐵站入邊嗰啲鋪頭嘅利潤入去呢一個嘅生產力因素入邊㗎。今年咧你可能唔係好覺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攞2023年嗰條數嚟睇咧，大家就會清楚睇到咧，佢嗰個物業發展利潤咧，2023年咧得20億嘅啫，咁即係話咧，佢喺嗰個生產力因素入邊咧，佢會扣0.6。不過如果你咧加埋佢嗰個商場啊，同埋地鐵站鋪頭嗰啲利潤入去咧，佢係有成70億咁多啊！咁即係話咧就唔係扣減0.6啊，而係扣減0.7。咁呢一樣嘢咧，我哋一路咧喺立法會咧要求佢嗰個機制咧係應該包晒佢嗰啲賣樓啊，佢嗰啲商場啊，同埋嗰啲地鐵站入邊嗰啲票務嗰啲收益咧計晒入去呢個生產力因素入邊嘅。咁不過咧有一樣嘢咧，我哋就更加唔係好滿意啦。而家個市道咧咁艱難啊，港鐵嗰個租金咧都仲係企硬咧，可以話咧即係都唔係好幫個市喎。喺2023年咧，港鐵咧個營運咧就蝕咗11億嘅。咁上年咧佢又打咗個和啦，除咗咧係即係大家市民出行嗰個嘅習慣咧翻嚟啦，咁咧亦都咧受惠於港人北上啊，佢嗰啲咧即係跨境嗰啲線咧即係可以話賺到盆滿缽滿啦。咁所以咧港鐵列車嗰部分咧由27億咧去到37億，增咗呢10億咧，大家咧都可以預計得到嘅。不過咧，但係最重要嗰一樣嘢咧就係佢收租嗰部分咧，包括商場啊、寫字樓啊同埋車站嗰啲鋪頭啊，如果睇翻佢2023年嗰條數咧係50億賺咗，但係去到2024年咧都仲 keep 到仲多咗少少，去到54億喎。咁大家都知啦，而家嗰個消費市道同埋嗰個零售業係點咧？出邊咧就個減緊租噶啦，而家港鐵咧冇減到，反而加咗喎，因為咧佢嗰個商場啊嗰啲面積咧係冇乜點變過啊，所以基本上咧即係話俾大家聽，
港鐵嗰啲鋪頭啊係冇減過租嘅。咁出邊咧都減咗咁多啦，有啲啊可能減咗30%，有啲減咗一半添啦。港鐵咧都仲係 keep 住佢本身嗰條數咧，我就覺得咧佢呢度咧唔係好公道啦。而家零售業咧即係大家咁慘淡，港鐵咧係咪應該都出一分力咧？而且咧佢唔係一個純商業嘅機構啊，佢有75%係屬於政府嘅喎。咁所以咧港鐵咧係咪應該做啲嘢幫一幫呢一個市道咧？咁今日咧我就分享咁多啦，希望大家咧鍾意咧就留個 comment 話俾我聽，你哋自己點諗啊？多謝你哋，拜拜。